小，你若边仔管咧用窗帘啊，紧来啊，危险啊！若要用，我等下再个用好啊。那真简单啊，我会晓，特别好啊。哎。是啊，你甲苦，我就甲你讲危险，你就唔听我的话。加早我甲你接条的，若无你是讲是安怎？嘿，电讯那只红啊！哎哟，这也无啥呀。我咧整理的时阵袂记得戴手套，是我家上粗心啊。嗰啲手拢已经过敏啊！我知影一定是你昨昏咧摒扫的时阵，爱甲流涂甲甲迄路便所，所以才会造成你的手过敏。你的手拢已经过敏啊，是安怎到要用窗帘啊？小小，你我会甘诶。我昨有抹药啊啦。你穿足歹呢。毋过伤素啦，爱加一个重点才好。有啊。加一个领巾，效果嘛袂歹。哇，小小，你做搭配，而且你选的这窗帘的款式嘛足水的。这是我甲我妈拣的啊，我妈会讲足好的，只是唔知影阿姆会介意。拜托的，你甲你妈拣的，我妈绝对介意啊。我上重要的是爱我介意才会用啊。你介意就好。只要是你选，我拢介意。小小，今仔穿呢足好看。要袂去开会，我当然嘛爱穿较正式。我替你家领结用较正的。那你是创啥啊？这紧是要安用？你无感觉安尼就像是老婆在帮老公整理衫裤，我感觉安尼做。小心我的锁喉功！哎呦，嘿，你这创啥？那有人为文艺片变惊悚片啊！好佳仔哦，你还袂出我赶的货，你今仔日头一天要开迄个主管会议吼，你穿衫爱较注意啊。你觉这条啥啊？你是要顶台作秀哟？哦，即马哦，唔都爱干领大气，干领大气吼，看起来唔敢有迄个主管的班。妈，唔免啦，安尼就好啊。而且你的领带太过正式，人家陶军餐饮集团伊是行较年轻的风格的。你这个领带，当我出席一寡正式的场合时阵，我就较用得啊，好无？你无介意哦？这拢名牌呢，一条几千块贵酸酸。你若无介意吼，无贵叫我摕来退掉，较袂拍算。阿母，唔免啦。我感觉你这领带哦，就有质感的呢，无爱替你干。唔免啦，恁少年人免哪会样干领大？而且这时啊的哦，若干了无好摕起来了撇撇，歹看。我来我替你干。外面啊，缘投咧，好看哈。真缘投。对了，妈，小小因为昨昏变扫咱的厝内，规个手拢过敏肿起来咧。这两天哦，这变扫的工课就豆豆做就好啊，无我甲爸买当做啊。我就甲郑凯讲，我不要紧啊，我还是当斗3工啊，咱卖菜。